各位投資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美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6年5月7日嘅美東時間下午5點。今日個市雖然三大指數創咗新高，氣氛偏向樂觀，但科技股就出現回吐壓力。主要原因係美伊局勢有緩和跡象，白宮傳聞快同伊朗達成諒解備忘錄，市場對油路受阻嘅擔憂減少，帶動全球股市向上。不過，半導體板塊今日表現弱勢 ，AMD 收市報408.46美元，跌咗3.07%，夠晒傷。台積電 ADR 都跌1.28%，收報414.15美元。ARM 更加插水10.11%，收報213.31美元。資金明顯流出芯片股。睇反板塊方面，今日最強反而係週期資源股、煤炭、遊戲嗰啲有啲反彈，資金由科技股流向舊經濟股。後市展望嚟講，市場焦點會放喺美伊談判進展同埋美歐貿易摩擦。歐盟計劃反制特朗普嘅汽車關稅，呢啲都可能影響大市波動。總括嚟講，短期指數雖然創新高，但科技股回吐壓力唔細，要睇實消息面，唔好急住追貨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